乡亲啊，继续来看回答，选定到北投树林科技园区 T17、T18，要来去台湾总部。但是台北市政府甲新光人寿针对地上权的协商也是无共识。再起，新光人寿是雄雄来举行着开工动土的仪式，是互外界看甲无啥啥。新光人寿是来回应讲，这是摕到杂项10项的接照了后所进行的民间的风俗。 今仔日结识一个到新销由董事长魏宝生、大成金矿总经理林伟俊，手提往来满面春风，来到北树区的开工动土典礼。不过媒体未当入来，今日当用镜头观察会场的状况。 动土典礼选伫咧北树区 T17、T18的地上权，同款含北市府各回答，卡伫咧个坚持协商的时间点，雄雄动土典礼外界拢看到灰煞煞。北市府若无代表受到邀请，嘛讲无收到新秀的开工申请。因为我们定位这个是一个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挑衅，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想大家也不要这样子去解读。 林伟俊讲是伫咧摕到10项接照了后做民间风俗的动工仪式，嘛强调典礼唔是临时领教，是前3年也未摕到这照，依法未当开工。若听讲新收向北市府要求8个亿的分手费用，成功嘛来回应。星光人寿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纳税人这里拿任何1毛钱，绝对没有。 目前辉达他们也明确的告知，就是希望星光人寿跟台北市政府合议解约，由市府取回土地，透过专案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来给予辉达。NVIDIA 台湾总部到底敢会去伫咧北树区、北市府新收辉达3边无共识，恐惊容易有变数。 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